李力持啊，唉呢個爛嘅，多謝威文，多謝。大家好，今日就介紹下 KK 工作室啦。其實我哋係專注真實故事為核心嚟創作、推廣專長服務嘅公司咧，就係專係發掘啲生活動人嘅真實故事，將人物嘅經歷咧、感情啦，同埋社會嘅百態化為引人入勝嘅內容。尤其是係勵志奮鬥嘅個人故事咧，KK 工作室係特別喜歡幫佢推廣嘅。呢啲溫暖人心嘅社會實記，都係通過拍攝同埋製作真實呈現俾有感染力嘅作品出現。同時圍繞住唔同嘅主題，我哋會一連串幫企業策劃做不同嘅推廣。當然結合咗線上同埋線下唔同嘅渠道啦，將成個故事可以一一呈現喺觀眾嘅眼前，深入民心，將故事同埋個主題深度呈遞每一個觀眾。有影響力嘅作品咧，更助呢個品牌嘅宣傳啦，同埋故事嘅內容，引發起情感嘅共鳴，實現咗有效嘅推廣嘅價值。呢個就係 KK 工作室最核心嘅工作範圍，而 KK 亦都主張以實際嘅拍攝取代咗好多今時今日用啲唔同嘅花巧，唔能夠落地同埋真實呈現喺觀眾前面。今日 KK 有一個製作啦，龍江豬腳亦都係一個代表，李力持大導演當然亦都係一個代表，我哋嘅高材生財務策劃師更加係一個代表。我哋將幾個代表融合埋嚟一齊，就變成咗你來自江湖啊！一個典型嘅港式奮鬥故事，當然不包括淨係香港人啦。龍江豬腳係代表深圳嘅奮鬥，呢次應該屬於大灣區奮鬥故事。希望大家可以用啲心去睇，同埋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。理想、努力、堅持，拜拜。